喺許多嘅佛教經典裏，開篇都會有4個字，如是我聞，意思就係我親耳聽到佛陀咁樣講。那這裏嘅我係邊個呢？佢憑什麼能夠代表佛陀發聲呢？其實這個我指嘅就係佛陀嘅晚年，一直陪伴喺佛陀身邊嘅弟子阿難尊者。佢喺佛陀眾多嘅弟子裏，算是非常特別嘅一位。論智慧，佢比不上舍利弗；論神通，比不上目犍連；苦行更是不如佛陀嘅大弟子摩訶迦葉。那佢到底有乜嘢本事，能讓佛陀選擇佢作為身邊嘅人呢？跟佛陀釋迦牟尼一樣，阿難也是2500多年前迦毗羅衛國嘅一個小王子。佢嘅父親係國王嘅兄弟，所以阿難其實就係佛陀嘅堂弟。佢嘅名字嘅由來係因為剛出生嘅那天，正好傳來了釋迦牟尼頓悟成佛嘅消息。皇宮裏得知這個喜訊，就給他取名為阿難，意思就係歡喜同埋喜慶。而且阿難嘅相貌長得也非常端正。據說佢長大後，因為長相跟佛陀非常嘅相似，還經常會被誤會認為係佛陀。佛陀喺家鄉傳法嘅這些年，釋迦族裏嘅好多年輕嘅貴族都受到了佛陀嘅影響，選擇了出家。阿難長大後也決定放棄王子嘅身份，走進僧團，成為了佛陀嘅弟子。佢在出家後雖然非常嘅勤奮，但係也沒有特別嘅突出，平時也就是跟着僧團一起化緣、打坐同埋聽佛陀講法。就這樣到了佛陀55歲嘅那年，阿難嘅修行之路迎來了一個重要嘅轉折。隨着佛陀嘅年紀越來越大，不管外出講法、化緣還是日常嘅起居，都需要有一個固定嘅人來照顧。之前都是弟子們輪換着來，這就導致了佛陀嘅日常事務很難穩定下來。於是僧團嘅弟子們就商量着給佛陀找一個正式嘅侍者。可是當佛陀嘅貼身侍者可不輕鬆，畢竟係照顧一位老年人，首先就要細心，不僅要隨時注意佛陀嘅身體狀況，喺日常生活中嘅事務也要提前安排好。更重要嘅就係得幫忙轉達同埋記錄佛陀說過嘅話，所以記憶力也非常重要。當時像是舍利弗同埋目犍連這些在僧團中比較有威望嘅弟子，都主動嘅站出來，想要照顧佛陀，可是佛陀拒絕了。佛陀就說：你們都有自己的使命，不能把時間都浪費在我一個人的身上。然後佛陀就把目光轉向在角落裏嘅阿難，大家也明白佛陀希望阿難來當這個侍者。可是阿難面對這個差事，卻顯得有些猶豫，因為能每天跟在佛陀身邊，能聽到最核心嘅教法，這可是好多人求之不來嘅。所以佢就想，我在僧團裏資歷很淺，還有着佛陀堂弟嘅這個關係，要是答應了下來，僧團裏嘅其他人肯定會覺得係靠關係獲得嘅職位。然後佢就當着所有人嘅面，向佛陀提出了幾個條件。首先就是世尊
穿過嘅衣服，不能賞賜給我。第二是信徒們供養嘅食物，我也絕對不會吃。第三就是要是有信徒單獨宴請世尊，我也不會跟着去。而且如果世尊講法嘅時候，我不會在場，然後回頭要單獨給我再講一遍。阿難提嘅這些要求，也能睇得出佢非常嘅有原則。距離越近，就越是要把邊界劃清楚。佛陀聽完阿難提嘅這些條件後，也全部答應了下來。從這天開始，阿難就正式的成為了佛陀嘅貼身侍者。喺成為侍者後，阿難每天嘅生活變得非常瑣碎。佢每天要在天亮前起床，給佛陀準備洗漱嘅水。佛陀出去化緣，佢就跟在身後。講法嘅時候，佢也會站在身邊驅趕蚊蟲。甚至喺夜裏，佢也不能睡得太熟，因為即使係深夜，也隨時都有可能來人請法。而在這個過程中，阿難展現出了佢身上最不可替代嘅天賦，那就是驚人嘅記憶力。佢嘅記憶力好到什麼程度呢？佛教裏有一個稱呼叫多聞第一，就是專門來形容阿難嘅。佛陀講過嘅話，講過嘅法，哪怕再長再複雜，只要阿難聽一遍，就能一字不漏嘅全部複述出來，甚至連語氣都能模仿。所以有時候僧團裏有啲人因為生病或者係外出，錯過了佛陀講嘅法，就會來找阿難再俾佢哋講一次。雖然阿難天天跟在佛陀身邊，聽嘅道理多，記憶力也好，但是佢卻始終沒能斷掉心中嘅煩惱，沒能證得阿羅漢果。一個原因就係佢忙着照顧佛陀，不能像其他人一樣把精力全部用在修行上。第二個原因就係阿難本身就係一個感情豐富嘅人，看到有人受苦，佢也會難過，甚至流下眼淚。而正係這份溫柔嘅性格，卻讓佢遇上了一次劫難。有一天，阿難去城裏化緣嘅時候，感到口渴，正好睇到路邊有一口井，井嘅旁邊有一個正在打水嘅年輕嘅姑娘，摩登騎女。阿難就走過去，禮貌嘅向姑娘討碗水喝。摩登騎女聽到聲音，回頭一看，眼前嘅真人係儀表堂堂，面相莊重，說話也非常嘅溫柔親切。這一瞬間，摩登騎女就迷住了。佢將啲水遞俾阿難嘅時候，心裏就認定這一輩子非他不嫁。佢返到屋企後，不吃不喝，整天躺在床上流眼淚。佢嘅母親睇到佢跟掉了魂一樣，就問佢發生了什麼事。摩登騎女就把遇到阿難嘅事情講了出來。佢嘅母親也是心痛女兒，就用了一種專門迷人心智嘅巫術，打算強行把阿難給迷過來。幾天之後，阿難就像往常一樣去城裏化緣。可是剛進城沒久，雙腿就不受控制嘅走向摩登騎女嘅家裏。摩登騎女睇到心上人嚟咗啦，那自然係非常激動，就滿心歡喜嘅靠了上去。可是此時阿難卻好痛苦，因為佢嘅理智並沒有完全消失。佢清楚嘅知道自己還是個要遵守戒律嘅比丘，也知道接下來將會發生嘅事情。
但是身體不受控制，嘴裏也說不出話，就只能在心裏責備自己。其實喺呢個時候，遠在精舍嘅佛陀已經察覺到阿難遇到嘅麻煩，就念誦了靈驗咒，然後派了文殊菩薩去幫助阿難化解這次危機。文殊菩薩剛到了摩登騎女嘅屋企，阿難就清醒了過來，然後頭也不敢回嘅跟着文殊菩薩返到了僧團。等到阿難再次見到佛陀，係直接跪喺了地上哭的泣不成聲。佢問佛陀：點解自己聽了那麼多佛法，還是會被迷惑？佛陀睇着阿難回答講：你雖然聽過很多佛法，但大多數只是記在腦子裏，你會被迷惑，是因為你還沒有認清自己的心。人之所以一直痛苦，一直被外界牽着走，就是因為把那些念頭、慾望、喜歡和害怕當成了真正的自己。可這些東西都是會變的，今天喜歡，明天就討厭，現在清醒，下一刻卻又糊塗了。你如果一直把這些念頭當成自己的話，就會一直被他們帶着走。阿難這才明白，真正讓自己被迷惑嘅，並不是摩登騎女，而是自己心裏嘅妄想同埋執着。不過也正是因為阿難這種溫和共情嘅性格，讓佢做到了一件改變佛教歷史嘅大事，就是推動女性出家，促成了比丘尼僧團嘅建立。佛陀嘅父親淨飯王去世後，撫養佛陀長大嘅姨母，也就是大愛道夫人，帶着500名釋迦族嘅貴族婦女，一起嚟到佛陀面前請求出家。可佛陀並沒有同意，這倒不是因為佛陀輕視女性，因為當時社會制度嘅問題，其實係沒有女性出家嘅，而且出家人並不能只住在寺廟，是需要經常外出行腳，有時候還要住在荒郊野外，這對於女性來講會面臨許多危險。還有就係一旦讓女性進入僧團，必然也會招來好多非議，影響佛法嘅傳播，所以佛陀就拒絕了大愛道夫人嘅請求。大愛道夫人被拒絕以後，並沒有死心，佢哋就自己剃了頭髮，穿上粗布衣服，甚至連鞋子都不穿嘅，再次嚟到精舍門口。可這一次，佢哋連講堂嘅門都沒進去。就在佢哋喺精舍外痛哭嘅時候，阿難剛好從裏面走出來。佢睇住呢啲曾經高貴嘅王妃同埋公主們，現在滿身塵土痛哭嘅樣子，心裏就很難過，於是就決定替佢哋向佛陀求情。阿難接連請求了3次，佛陀都沒有答應。然後阿難就換了一種方式問：如果女人按照佛法去修行，佢哋能斷除煩惱，修成正果嗎？佛陀坦誠嘅回答講：不管是男女，只要精進修行，都能獲得解脫。阿難接着講：既然女人也能解脫，那世尊點解唔給佢哋這個機會呢？更何況大愛道夫人對你有養育之恩。當年你嘅生母去世得早，係佢把你餵養長大，佢把所有嘅愛都給了你。現在佢只想尋求真理，怎麼忍心將佢拒諸門外呢？阿難嘅這些話既說明了佛法中
眾生平等嘅原則，也說出了人世間最樸實嘅感情。佛陀睇到阿難嘅慈悲，也知道大愛道夫人佢哋求道嘅決心係擋不住嘅，就同意了佢哋出家嘅請求。就係咁，佛教歷史上嘅第一個女性僧團建立起來了。在阿難陪伴佛陀嘅20多年裏，佢睇着佛陀嘅頭髮慢慢變白，睇住佛陀嘅腳步越來越慢。阿難知道佢最不想面對嘅一天就要來了。有一天，已經80歲嘅佛陀平靜地對阿難講：再過3個月，我就要圓寂了。阿難聽到後就懇求着佛陀用神通多留幾年。佛陀就講：這世間的萬物有生就必然有滅，這是自然的規律，肉身也是如此，怎麼能違背規律呢？後來佛陀喺前往具斯那揭羅嘅路上，讓阿難去附近嘅小河裏打點水。阿難拿着缽走到河邊，卻發現剛才還清澈嘅河水已經被路過嘅馬車攪混了。阿難就跑回來對佛陀講：水太髒了，我哋再往前走走吧。佛陀講：你現在再去看看。阿難再次嚟到河邊嘅時候，發現河水已經變得清澈見底。佢也知道這是佛陀最後一次顯現奇蹟了。根據《大般涅槃經》嘅記載，當佛陀躺在娑婆雙樹間嘅繩床上，呼吸越來越微弱嘅時候，阿難實在控制不住自己嘅情緒，又不敢當着佛陀嘅面表達出來，就偷偷躲到不遠處精舍嘅一根柱子後面放聲大哭。喺佛陀生命嘅最後時刻，阿難跪在佛陀前，問了4個關於佛教未來嘅問題。世尊涅槃以後，我哋奉邊個為老師？我哋應該怎麼修行？如果僧團裏出現了不守規矩嘅比丘，我哋該怎麼對待佢哋？還有就是，如果我哋要整理記錄你講嘅法，應該用乜嘢來證明係你講過的話？佛陀用最後嘅氣力給出了明確嘅回答：我走以後，你們要以佛法和戒律為師。你們以後修行，不要向外界尋求答案，而是要從觀察自己開始。對於那些難以教化的比丘，不要去跟他爭辯，也不要理會。最後就是以後整理經書的時候，在經文前加上如是我聞，來表示親耳聽到的。喺佛陀涅槃後，僧團也面臨一個非常緊迫嘅任務，就是把佛陀生前講過嘅法同埋制定嘅戒律整理記錄下來，防止以後失傳誤傳。於是僧團裏威望最高嘅大迦葉尊者決定召集500名斷了煩惱嘅阿羅漢，一起整理核對教法同埋戒律。這也就是佛教史上嘅第一次經典結集。但係喺大迦葉選到第499個嘅時候，就停了下來。所有人都覺得這最後一個位置肯定係留給阿難嘅，因為阿難可是公認嘅多聞第一，佛陀講過嘅話也只有佢能一字不差嘅背出來。可是讓人萬萬沒有想到嘅係，大迦葉尊者喺法場上當着所有人嘅面
拒絕了柯蘭嘅加入，還對柯蘭說：你還沒有證得阿羅漢果，所以不能參加這次集結。柯蘭雖然心裏委屈，也只能默默嘅低着頭離開了法場。其實大迦葉並非真的不希望柯蘭加入，而是用這種方式逼着柯蘭斷掉最後嘅執着。柯蘭離開會場後，就一個人走進了樹林裏，而此時距離結集正式開始，也只剩下了最後嘅一個晚上。佢先係坐在樹下打坐，可是卻不能專心，總是能想起佛陀講法嘅畫面，同埋大迦葉嚴厲嘅眼神。於是佢又站起來，喺空地上經行，就這樣一會坐下，一會站起來嘅，不停嘅跟自己嘅雜念做鬥爭。佢心急嘅逼着自己斷除煩惱，而斷除煩惱這件事本身，也就變成了一種巨大嘅執着。柯蘭就這樣熬了一整夜，直到天快亮嘅時候，佢嘅身體已經疲憊到了極點，就打算躺下休息一會。可就在佢嘅頭馬上要碰到枕頭嘅時候，心裏所有嘅執着竟然徹底粉碎。也就是這一瞬間，柯蘭拔除了內心嘅無明，證得了阿羅漢果。到了第二天嘅清晨，結集大會正式開始。當大阿羅漢們準備開始整理經典時，柯蘭用剛獲得嘅神通穿過了石壁，直接出現了會場中央。大迦葉睇到眼前嘅柯蘭，就知道佢再也不是以前那個跟在佛陀身後嘅使者了。現在嘅柯蘭係一位真正嘅大成就者。然後喺眾人嘅注視下，柯蘭走上法座，對着台下嘅師兄弟們平靜嘅說出了：如是我聞。從這一刻開始，佛陀嘅智慧就通過柯蘭尊者喺世間流傳。就這樣又過了幾十年，曾經那個喺佛陀身後嘅年輕使者，已經變成了一位120多歲嘅白髮老人。對於當時嘅出家人嚟講，只要睇到柯蘭，就好像睇到了佛陀一樣。而柯蘭也非常清楚，佢也快離開了。喺東晉高僧法顯留下嘅《佛國記》裏面，記錄着柯蘭嘅晚年住在摩羯陀國。這個國家嘅國王阿都世對柯蘭非常嘅恭敬，可是柯蘭卻決定喺恒河對岸嘅皮舍離國走完生命嘅最後一程。這個消息也很快就傳到了阿都世嘅耳朵裏，佢就想柯蘭尊者可是國寶一樣嘅人物，圓寂後留下嘅舍利更是無比神聖嘅。如果去了皮舍離國，那我們摩羯陀國豈不是什麼都留不下來？國王阿都世係越想越着急，就乾脆帶領着軍隊去追趕柯蘭，就算是用武力，也要把柯蘭留在摩羯陀國。但係恒河對岸嘅皮舍離國也得到了消息。佢哋怕柯蘭被摩羯陀國搶走，也帶着軍隊集結到恒河嘅岸邊，雙方都是嚴陣以待，眼看着一場大戰就要爆發。而此時嘅柯蘭坐着小船，剛好到了河嘅中間，佢看着兩岸嘅信徒們，為了爭奪自己嘅肉身，互不退讓。
就明白了自己無論喺哪個國家圓寂，必定是會引發一場戰爭。作為以慈悲之心修行了一輩子嘅真人，怎麼會忍心讓這麼多人因他喪命？於是佢就在恒河嘅中間進入了禪定，身體慢慢嘅飄到了半空中，化作火焰焚燒了自己嘅肉身。佢嘅舍利也分成了兩部分，分別落到了恒河嘅兩岸。